书第1章19到27节。好，雅各书第1章19到27节。那其实雅各书是一篇讲是批吼，佮无成是批吼，书信不像书信啊，内容吼很特别，好像切割真做介侪部分，很像犹太人串珠的写法。就是讲表面上看起来介成无啥关系吼，一块一块一块，其实它还是有以前后呼应的所在吼。啊，那今日的经文19到27，其实会当甲当作是在讲对听道甲实践这个道的一个过程，也是讲一个比较。啊，毋过你若要甲更较快。会眼光来看，不只是听道甲行道，其实会当甲用，这是咧讲言语甲行为的一个比较，也是讲一个说明吼。一开始19节一开始，就讲令知这个吼，一开始就以下要说的是你们知道的，其实得爱知物件吼。这样讲起来，就是说你们要注意，这个是你们知道的东西。一开始就讲到这三句话，讲，这是恁所在讲到听，着紧，若是讲着慢，讲话着慢，受气嘛着慢，咱知咱若对后面往前看大家慢慢的动路，受气着慢，这应该是无啥物。通解说的所在吧，无需要吧？要慢慢的生气。其实这是咧对我讲啦，受气得慢就是认为受到侮辱，还是互得罪的时阵，你要受气，要互一个空间要慢慢的生气我们都很快啦是不是？咱咧受气拢比送较紧，比看卖较送较紧对。啊，莫伊讲受气得慢这也当清澈来理解。啊，讲话得慢，这咱嘛知影是不是？话要慢慢的说我上爱甲人辩论啊嘛上爱甲人拢讲我是辩论，我是讨论啦我知影我是讨论啊，我知影我家己有当时我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伊讲还袂一半。伊讲一两句，其实我知影伊全部要讲啥，我大概猜得出来他要讲什么。啊，我觉得很急的怎么样？很急的想要回应他其实这就是伤紧讲话没遐紧还是可以慢慢的怎么样？甲听甲了不过就是我这是我最大的缺点我俩字我知影人要讲啥我就。这紧的准备供出来下次我这个情形，你们就跟我说什么？慢慢的说我说慢慢的说，你的血压已经很高了可以慢慢的说我想咱要为后边来讲就是讲受气得慢，讲话得慢，这是咱会当来理解比较容易理解。不过一开始这句就怪怪伊讲听着紧听咩那紧，各位下这。你若讲无紧，我免哪听紧。什么叫快快的听啦？听要怎么快？你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吗？伊安尼讲，听着紧，是咧讲什么意思？马上听。我慢慢讲，温吞在讲，你免咱马上听。咱若感觉听着紧这歹理解咱另外一个方向来想看卖我若是讲恁来慢慢听，安尼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跳出这个文脉我重新讲，就是讲咱咧讲话的时阵我劝你讲，你慢慢听，你什么意思？注意听来咧。听清楚，很好。就是讲我虽然我的用词是快跟慢，等我咧讲慢慢听的时阵，你会知影我的意思，不是慢甲紧的问题，是啥物货？
爱听清楚，爱斟酌听。哦，我咧讲慢慢啊听，是毋是？所以讲听到紧的时阵，这嘛毋是快跟慢的问题。所以我们去体会一下，等我讲快快的听，听到紧的时阵，你们感受到是什么？好多慢慢听是讲哦，来听清楚，斟酌听。我讲，听到紧，安尼感受到的是什么？什么？放下手上的事情来听，好，这是很好的一个感受啊。各有别个感受无？我讲，听到紧哦，赶快把它听完哦。其实你的讲法已经有跑出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 eager 哈，那个可切，很认真想听哈。好，这个而且哈是这定小一种感觉来听这个话。吼，讲下这，咱真正听是一个介无容易的一个动作吼，一个行为。像我都讲的，我根本听你两句，我就差不多以后你知影要讲啥，敢有想要甲听落？敢有想要甲听落？无呢？会不会很珍惜、很热切要听？不会呢。我是很珍惜、很热切要讲。好，所以一下午。这三个是放在一起的哈，就是一个迄种愿意做珍惜啊，听人讲话，这是一个最无容易的能力哦，算是个恩赐哦。这咱大家咱好好来学习啊，互相来提醒哈，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很热切、很珍惜的去听。好，经文搁落去，讲到游玩，佮跳转来讲受气吼。伊讲人的受气袂正上帝的义，好，这个是会延续刚刚后面最后讲到受气的安那的慢吼，受气的慢。佢这当若讲受气的慢，啊，甲你讲受气袂正做人的受气袂正上帝的义，也是进前保罗所讲的，讲啦。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款的假释吼，这一些有关受气的假释，敢唔是在讲唔通受气？是不是这样讲？不要生气，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是说你认为，咱是不是因为讲先跟你教人卖受气？唔是呢，是不是？会当受气未啊？各位兄弟，会哟。大家拢做欢喜讲对，拢做爱受气，当然是可以生气。不过咱大家来体会这一句话，伊讲人的受气无法度正上帝的义是安怎？为什么人的受气无法度正上帝的义？今天早上大家很安静，都没有什么人理我。是安怎人的受气无法度正上帝的义？我是最高受气的人，我做清楚的吼。你咧受气的时阵，你无法度去体贴，无法度去遵守迄个上帝的心意，是安怎？因为受气的时阵吼，你会滴滴滴，什么意思？我咧讲吼，你受气的时阵，你这个人啊变成滴滴滴，讲话安那，做滴，思想咧，做滴，吼，做代志嘛安那。这滴吼，滴滴滴吼，表示你唔是唔知影通转弯，你唔是唔知影通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达，你唔是唔知影这件代志得安怎讲较好。不过因为你受气，你安那啉白袂爽啦。虽然我知影爱安尼讲。虽然我知影爱安尼做，虽然我知影得安尼表达，不过我真是安那，我就是受气啦，所以我就要安那，滴滴滴。你们不觉得生气跟直很有关系吗？我若受气就是直，我管你怎么样，就是滴滴甲做咧，滴滴甲讲咧，滴滴甲表达落去。所以伊讲受气，人的受气无法度正上帝的义。因为这个时阵，咱敢若
想着要甲家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吼。咱到这为止，讲到讲、听、受气，这个都是一种人甲人的应对进退吼。我要甲跳出来，甲你分享一个观念吼。咱定定咧讲沟通，沟通，沟通台语安怎讲？因为本来无想要讲，没有想到要讲沟通的。好，咱台语无这个讲法哦。交通，不是交通，是交通，是交通。沟通安怎讲啊？你那笑我，不要讲台语，即摆甲你问你，不要讲。参详，参详，不是商量。沟通哦，来，各位阿姐，这个恁大家给我回答。沟通的目的是什么？了解，好，啥？逼处了解，好，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沟通的目的是什么？寻求共识，彼此了解，然后呢，回答我啦。你们在思考还在发呆？沟通的目的是什么？表达我的意思，或是让对方知道我的意思，然后我也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共识。跟你说，这就是市面上的教科书的答案。跟你讲我一个独门秘方，沟通的目的其实都不是这些，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关系。我跟你讲，来，我要来跟你沟通一下，表示其实我的目的是要跟你什么建立迄个关系。你若要目的若是要定义讲，知影对方在想啥，要甲家己的意思甲对方讲，达到共识。甲你讲，各位兄弟，冤家嘛是会使啦，办得到办不到？我来甲你冤家，冤家了，你知影我的意思，我知影你的意思，办得到办不到？可以呢，冤家也可以达到共识，你知道不？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共识啊。冤家也可以达到好多咱讲到的目的，不过沟通无同款。沟通是为着要建立关系。你若是要甲一个人建立关系，你用这个心态，甲伊有这个交陪的时阵，你就会进入今日的提醒，根本的提醒就是，我既然是要来甲你建立关系，我无一定爱讲啊遐济，我无一定爱讲遐紧，我无一定来遐尼，我无应该遐尼快受去。我可能就会更多的听，然后更珍惜的听，因为我要跟你建立关系。各位兄弟，我们真的要去思考。当你要跟一个人沟通的时阵，你心内咧想啥？你若想讲要跟伊建立关系，你所有的讲、听、受气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拢会无同款的想法。所以你们知道，我有时候不是说，我要来跟你沟通，我有时候就直接讲啦，我是要来跟你冤家啦，我根本不在意，咱这摊了，我跟你的关系好啊歹，迄就是冤家啊。不过我很在意，咱这届的对话的相处了，关系要好，迄就是沟通，所以咱若受气，我都讲受气是直。就无法度真做沟通好，下面伊经文佮讲咧，要去除，要脱去那请衫褪衫同款，要脱去和本是甲翻译成一切的污秽跟盈余的邪恶其实咱台语较对我们台语翻的比较好。伊讲啥？恁读去，恁在读去，拢总暗杂不好的暗杂，甲过夜的恶毒，来，这个很重要。过夜的恶毒，不晓得
贵牙的恶毒吼。不晓得为什么和合本吼翻译成淫语吼，迄阵的文学程度跟咱无共款。他翻译成淫语，我即马看介济释经书，也是看介济人的解说，都重点都放在语，无去看到淫。淫语什么意思？加到有春呐，毋过很多人的解释都跟他春，春就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些邪恶是小小的邪恶，连那些小小的邪恶都要对付。我看到很多的释经书都是解释，该说加罪公，来对付我们的邪恶，小罪小邪恶也要对付，不是啦。伊咧讲的是，这里一切隆重甲贵压是同意，隆重甲贵压是同意，迄个肮脏甲恶毒，也是同意，就是讲，其实这个意思介简单，要爱脱去，爱除去咱生命中完全这些歹物件，因为要创啥？要用温柔的心领受迄个道，迄个道是上帝放伫咱的心内吼。要用温柔的心领受迄个道，温柔这个心，伫希腊的原文不好解释，不好翻译。所以咱若看其他无共款的翻译本，伊会甲翻做啥？谦卑的心，很多的英文版本直接翻成 humbly， 或是说 meek。好，我很喜欢 meek 这个哈 ，meek meek 这个，它是有一点点，卑下温暖、谦卑，伊的意思介嫩哈。若伫希腊的文化下，不喜欢这种感觉。伫希腊的文化下，讲到温柔跟谦卑，不是美德。这个是基督教一直在强调的，温柔跟谦卑，那种愿意，虽然你这管，毋过你愿意低下；虽然你这强，毋过你愿意轻轻的放下。这是咱的信仰里面一个介重要的操练。介重要的操练，你会发现，各位兄弟，咱会发现讲，这个温柔谦卑的心，甲头前迄个讲就慢，受气就慢，听就紧，那个是连贯在一起的，那是有关联的，那用这来领受迄个道伫咱心内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道。好，现在就要。今日的经文就会转去另外一个概念哦，这个道我们就把它想象是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这一切东西没有关系哈，福音 whatever 哈，就是这一切上帝的道。瑞家开始这段经文要转去另外一个概念呢，伊就讲安那，所以恁得安那，你们要行道，不要什么？恁得爱做行道理的，唔是干那。听哪尔？你若听无来行道理，伊才讲是家己骗，自欺是家己骗。不过我倒是要分析一下这一句话什么叫做听无行道理？这个意思是什么？来，下面我知了，我每次问答题，你们都不理我了所以我就要问选择题，对吧？选择题第一个，知影应该安尼行，无愿意去行，是愿意去行，行不出来。我们的经文在讲的那个听道理，无去行，无行道理的这个意思，是比较靠近哪一个？给你选择题还不理我，这两个是比较像他在责备的哪一个啦？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来举手，认为第一个的举手。好，认为第二个的举手。第二个是什么？愿意行却行不出来。老实说，我比较同意第一个啦。我对我自己比较体贴嘛。我较体贴我家己我常常讲，甲大家分享讲，上帝其实
伊所在意的是咱是不是愿意去做？好，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做？各样这咱哪诚实的看我们自己？其实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很多事情要去做，不要去做？咱知不？知不啦？好，讲受气就慢，讲话就慢，啊，听就紧。我们知不知道？咱拢知影，啊，知影行会出来袂？我就说哈，台湾的男人20岁这个样子，30岁还是这个样子，40岁看起来是一样，有变胖了哈。啊，50岁怎么样？啊，不是说更胖了，还是这个样子的，是讲迄个性命无虾米改变哈，无虾米成长。那就是常常咱知影应该爱安怎做，咱知影咱应该袂使安怎做，啊，毋过咱无迄个气力通行做出来。人若是处在这个状况，各位兄弟还是有救的，因为他在挣扎，伊在背绑。我讲我知影我爱安尼做，我知影上帝的心意，我知影上帝对我的心意，应该安尼做。啊，毋过我竟抑阁无气力安尼做。我尝试努力这么做，可是我却怎么样？做不出来。我大概看到书中了，我就想讲，我知影我要甲他回信嘞。啊，结果到了他的面前就怎么样？就假装没看到。哎，没有，我是举例哦。我跟苏长老很好，我是顾一个嘞，是不是？咱知影讲啊，这个代志我得爱给他处理，啊，不过到那个时阵，咱就安那，要跟那个泥鳅一样就滑过去。各位这一定要坚持那个愿意，那个愿意很重要，因为那个愿意会当让咱心内信心启动，会当让咱心内信心来甲咱帮助。检测个也做袂到，啊，不过愿意的时阵。咱的生命就是一个进步、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不过今日的经文这美是什么话？你知道要做什么了，因为你已经怎么样？你听到了，你听这个道，你知影，你明白，你做清楚，你知影这个道是什么？啊，不过你安那？啊，无愿意要去做，这个无愿意有介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讲明仔载较做得好，还是讲其实虽然我了解，啊，毋过我安那袂愿做。不管什么原因，这个是今天经文要我们去思考，要挑战我们的，就是你其实基督徒，咱应该知影爱安那，啊，毋过咱抑阁无愿意去实践出来。所以讲，基督徒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咱是家己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啦，那是自己骗人呀。所以这个雅各书的作者，他用照镜来做一个比喻，他用照镜子来做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哦。我爱细节的去看这个经文。伊讲啊，当做照镜的时阵吼，你看这个镜内面，该有清楚无？只有一粒乌，镜今日较大颗，看会清楚未啦？看得很清楚，你以为你非常清楚这个镜中的人了哈？啊，不过伊讲，不过你离开的时阵，你也都看会拢啊啦，其实就拢无去啊，无印象啊。我认为他这个比喻的抓了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就是讲各位兄弟，咱知影咱应该做什么话无？我们都很清楚应该做什么。啊，不过当咱若无去实践的时阵，这个东西在咱的生命里面是模糊的。是不会留下痕迹的。等等，老公，咱要来去实践疼心，我们要去实践爱。各位这是安怎咱的台语实践这个爱这个动词是用疼。我认为台语太过传神了。我要疼你，为什么那是疼？疼是什么意思？疼是疼痛的疼呢。意思就是讲，你若要疼，你就会安那，你就会疼呢。我听不懂我的台语，你们帮我翻译一下。迄若袂疼的，唔是疼。来，反正华语安怎讲？
迄若袂疼，就毋是疼啦，袂安怎翻译啦？哈啥？哦，如果不疼就不是爱，如果不会痛就怎么样？就不是爱啦。你若要疼，就一定会安啦，会疼。讲遐这，你若疼吼，你就清楚啊。我说，如果你痛了，如果你有痛到印象深不深刻？深不深刻啦？深刻啊。可是如果你知道要痛，你知道要爱，你哪知影你爱去是真疼，你拢无去甲疼看卖啊？你会有印象无？不会啦，你不会有印象啦。好，有一次看到一个阿嬷，哦，一个妇人人阿嬷，比我妈妈较老，哦，想要用妈妈做例，因为介意赶快散，好。这扇一个妇人人阿嬷吼，站在寒风中，吼，压一个啥？压一个那个房屋的广告。各位小姐，你怎样想要来压房屋广告？对，他打工赚钱呐，为什么要拿着啦？为什么不可以立起来？去边仔坐嘞？啊？所以为什么会被罚？为什么拿着不用罚？可以跑哦？不是啦，你立起来就违法了啦。可是你拿着是合法的啦。所以他就变成必须怎么样？一直徛底下那退。另外这一根年纪很大又很冷，你就看着他那个裤管里面的那个小腿。那个骨头，然后你就感觉它在发抖，你就看伊压底下，我就行过吼，搁要行回来，再走回来。在这个过程，我就开始在摸我的口袋，到底有多少钱结果一摸是啊，无蓝山呢，无蓝山咩啦，就走过来，再走过去。心里在考虑什么？这个摩兰山真的是很讨厌，所以弟兄姐妹常常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就可以找一些钱放在身上最后我还是决定喝了，肚底啊，就跟那个阿嬷说：“阿嬷，你这辛苦，来，这给你得嘞。”然后他就无法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一直跟我说不要，莫，然后我说不要紧，你得嘞，然后我就转头就走。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阿弥陀佛喽。然后心想，他一定想我是佛教徒或是基督徒，对不？要不要回头跟他讲说，其实我是基督徒啊？要不要？没有啊！我就当下闪过100个想法，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基督徒做好事情都要让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你这样意思不？可是你也不要把我阿弥陀佛起啊，对不对？所以我只是回头跟他说，没关系，加油，就走了然后走在路上，心里就想：蛮痛的呢。我付那么多钱，结果你给我阿弥陀佛给痛不痛啦？跟你说痛，印象就很深刻。你看我记到现在还记得。各位小姐，咱若会痛，那个印象就很深刻，就不会像他的例子。伊讲我照镜，咱掠做，咱看做清楚的。不过咱若离开那个镜的发现安那？其实都没记进去啊。我觉得他这个镜子的比喻非常好。当然有痛的感觉，我们实践那个痛会有痛，那个痛会让我们印象深刻，那就深深的连接，那个物件的深深在咱的生命里面，成做咱生命一部分。所以他说要行道，一定要给它行出来，无行出来，其实跟咱是无关系。所以
这个经文继续下去，去讨论到什么叫做敬虔、敬虔。各位兄弟，咱台湾人对宗教的敬虔，我们都会怎么想象？因为这个人做敬虔的，你就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讲啊，不管什么讲宗教，你讲这个人吼，这敬虔、这敬虔的信徒，他是什么表现？你会认为他很敬虔？哪有跳那么快？咱咧讲敬虔的人，比如讲这个人拜妈祖，拜妈祖这敬虔的，你认为他做什么事情？你会认